2026年台北灯节正式来点灯，今年头一届是推出上主灯，伫咧花圃公园加西门町，打造出变形金刚加泡泡玛特灯区。不过其中就有一个叫做上海灯区，顶悬的标语就直接写讲，这是上海，是搁在引起争议。汇聚能量，台北启动。启动的6月7日，今年台北灯节主灯变形金刚的柯博文，伫个镭射灯甲喷烟的特效当中，配合专属的音乐，让变形金刚出场气势万千。我们首创2个灯区，2座 IP， 所以结合世界知名的变形金刚，还有泡泡玛特，我们透过不同的主题，就是展现台北多元、包容、开放的魅力。市政府今年头届泡泡传统，伫个花圃公园有变形金刚的主灯，西门町是有泡泡玛特6个角色的主题灯组。除了好莱坞甲潮流艺术，今年拄好是美国建国250档，所以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头届参加台北灯节。过去250年，美国坚持民主、自由和创新，而且我们透过跟台湾共同的价值观，也建立非常友好的伙伴关系。我们不只是点亮今天的夜空，我们也照亮台湾和美国长期坚定而稳固的深厚情谊。不过，闹咧点灯的背后，上海灯区煞真做是讨论的话题，因为灯组号做是“这是上海”，佮加上主持人互动考核，引起政治争议。上海灯区，这里是上海，赞不赞？赞嘛！2026年台北灯节预计会展出到3月15，就算上海灯区的名引起统战甲政治争议，不过市政府是强调，这届上海团来台湾设灯组是照往例通过6委会申请，相信外界袂过度解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